台南市教育局为着要推广台语，甲南英故事人协会合作，用趣味的戏出，让囡仔自然接触台语，愈讲愈认得。协会表示，今年拢总会去10间学校演出，希望未来嘛有机会去外县市，和母语继续传落去。关东爷本来出现，就要甲百姓讨钱，食东食天的行为，大家就要惊死。买手张吉提出自保盆来救助，才顺利化解危机。这出财神来啊，是南洋故事人协会今年度台语戏剧巡回列车戏出，剧团伫内底加入真侪俗语参舞蹈的元素，打造定正式的保育环境。大概囡仔拢真投入，哪看戏哪对咧学讲台语。足侪演员伫舞台顶表演，我感觉这出戏足好看的，希望后一届伊搁来表演。演员伫讲台语，我会学足侪台语的。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，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，也是听无。囡仔透过即个戏剧的表演吼，伊会甘愿有一寡吼做伙联系啊吼，也是互动的部分。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啦。教育局连续3档参协会合作，甲台语戏剧带入校园，今年会去10间国中小做演出。其中剧团内底有2个信义国小的囡仔，嘛加入正式演员，用耍派台语参大家互动，因着望少年辈嘛通参与共款，甲母语扣倒转来。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，互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。看一寡角色你伫遐讲台语，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，其实对因来讲啦吼，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。保证剧团拢伫咧台南地区做巡演，伊希望未来有机会通甲剧团延伸去外县市，并且甲宝贵的爸母话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